伊是叫啥啦？恐怖，安怎偌恐怖？好贵哦！什么鬼？后个月就袂使讲这个字啊。还讲好兄弟对啊，啦，好兄弟啦。嗯但是最近咱隔壁栋哦，听说没有是隔壁栋哦，有出一出电视袂歹看哦。啊有我有看，我有看。你去知道你讲啥？我当然嘛知。听说没有看到标题嘛知。但是一定要讲一个代志，这个物件甲咱的后来网啊相拍台啊，对啦，对啊时间共款有。够无彩。听说没有，这个才你讲下。听到没有？电视看无会当去别个平台看，对啊，听说没有电视也是看无会当去别个平台看哈。会当先看咱的网架，对，因为网啊就是敢若出现一遍尔，啊个电报一遍，其他都无啊。无毋对。啊，但是其他的平台当一直放，一直放，一直放哦。对对对，好啦，你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剧情无？剧情哦，对啊，而且有几年毋知有恐怖无？袂啦，袂恐怖啦，咱来问看导演甲才华子啊，到底是偌恐怖？真恐怖。好啦，来讲认真的剧情吼。你今天要讲剧情哦？我感觉这嘿，剧情吼，对，咱就是爱讲一点仔，互听众朋友了解。但是无看过的朋友，伊听到咱的介绍，啊，等下咱甲采访导演，啊，还有才华子啊，因咱听听，感觉哦，真好看。对啊。好，开始好，简单讲吼，就是这个剧有20集， 20集所以每一集都有无共款的主题。哦。对，啊，那伊叫地狱里长吼，嘿，就是因为有一个里长，对，有一个里长，对，什么里咧？成功里，成功里，噔噔噔，对，公司嘛。咱雄雄变做题材剧了。啊，这个里长嘛是一个公主，公主，你是讲做水的迄个，就是毋是，迄是公主，公主。你来聊你吼讲啥？诶，什么公甲伊讲？猫咪公的公主，嘿，嘿啦，某一个公的公主。对，啊，这个里长吼，伊就是到逐工的下晡某一个时间，对，某一个时间，但是咱会访问的时阵会讲，所以对咱继续听落去。对对对，伊就会规身躯无力，规身躯冷烧烧，对，啊，而且佫看会着迄，好兄弟就出现，对对，到底看会到这好兄弟有啥物基因，还是讲有啥物原因，会佫发生啥物代志？家己去看知啦，毋通讲伤济好啦。好吼就是咱等下好问，听众朋友，你若是还未看的人，你就是先去看，啊，无是看一两集了，知影伊做啥，再来听阮的好问，若无阮后标对会爆啊，雷哦，伤济啊，伤济啊。好啦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大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是安怎是新拍婆啊？听众朋友一定会惊着，想讲今日咱直接先拍破，哎呀因为咱今日来两个大来宾，哦，真正卡条的大来宾，紧张紧张身躯足大班，你们安尼，你们真大只。真大只。听到声，听众朋友恁看标题应该知影讲咱今日请有啥物人，咱先请两位先自我介绍者，来咱查甫的先。哦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迄个咱讲真大口的导演。无嘿啊，我是曲友林导演呐吼啊，真正曲友林毋知要安怎讲吼。酷酷优点，点区有灵对啊，区有时阵互阮感觉是另外迄个区，哦嘿，所以有时阵我要介绍，我就足歹介绍，嘿啊，对区有灵导演就是我啦，我本人来到遮吼，下晡大家好。好，过来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彩华。今仔日呢，真欢喜呢，会当来遮呢上节目。希望讲呢，今仔日甲你介绍即出戏，你拢会当介意。地狱里长哦，咱这是破题法呢，破题法一开始就入来，好，安尼咱直接开始哦。导演，阮惊到呢，你竟然晓讲台语，因为阮平常时看你直播的时阵，拢是咧讲华语，想袂到你会当来上这全台语的访谈。对啊，我算我汉字，我汉字，嘿，阮妈妈台湾人，所以我为细汉阮妈妈带我大汉的，啊，而且我个逐年过寒暑假拢伫个外妈因兜伫遐，啊，大家拢讲台语，我嘛种田过呢。哎呦，所以我的台语应该是迄时阵有拍一下基础，也算袂歹安哎，尼。听起来嘛是真认真。诶，汉字种过，汉字考证，汉字你甲迄个
迄个压落了吼，你就等伊好就好顾在伊啊，对，对安尼就会生而且啊。你的番薯食无了，伊若是半叶，你就摕去种嘛会使。对，哦，嘿原来是安尼，种番薯甲种蚵仔是无共款。这补啊嘛无共，咱用变做农业节目这。嘛无共。安尼导演你平常时拢是安怎练台语的？听就没有毋知影，导演之前有导过就是专台语的戏。袂少咧哦。对啊，哎呀，大家可能最近较知影是花甲男孩登大人吼，嗯迄个咱彩华嘛有演的。对，啊，搁较早进前王真和小说，我伫台视嘛有拍过一系列迄个文学剧场，伊个规个拢嘛是台语的。哦，对，而且我讲台语，讲实在，因为我是看起来像迄个外省囡仔，对，啊，所以我会晓讲台语，足侪人拢惊到惊吓的。嘿，嘿，我会记得迄时阵咱拍迄个花甲的时阵。嘿，南国甲迄个龙少哈龙哥吼，伊就看着我都讲，导演你会晓讲呢？我讲啊，袂啊，真诶你会晓讲啊，你个迄历史也是讲迄个俚俗语，咱俗语啊，俗语嘿，俗语我嘛会晓讲一寡。哦，我就啊，细汉时阵妈妈阿嬷因遐拢有在教。是其实呢，导演咧讲台语呢，真有即个本土的感觉，对有迄你讲个怪怪，袂腔口也会使得对。腔口会使，会使嘿，有啦，阮细汉时阵嘛是伫迄个学校，无啦，阮这18岁以后你听哦。我讲生气啊！咱台语就是安尼深出来，咱会当讲只哦，所以就是厝里平常时拢有伫讲安尼练起来。好，安尼第二条想要来问彩华姐，就是想要问讲，因为阮知影讲的是迄咱主角边啊两个小跟班，有为着讲即出戏学台语，安尼想要问讲彩华姐，你伫现场敢会指导其他演员来讲台语的部分？有需要哦，应该是有。我看有指导上讲恁台孙啊语，嘛无啥会恁晓讲孙啊，阮孙啊，伊个里长啊，李长啊，李长分人，但是伊台语也会使，也会使呢，普通普通会用的哦。对，我无特别指导上，因为我对戏的，你看基本上拢迄几个尔，对啊，台语嘛是拢差不多啊，拢会使，因拢会晓讲，当下嘛无一定讲台语啊，哦，咱导演人较自好，然语啦，咱导演人较好嘿，自然语啦。你若讲袂过，啊，你就转过来话嘿，就转过来，所以阮做自然的，对，较无讲一定拢爱一直讲台语，所以这个都无甲你，无啥物问题啦都无甲你请出来啦，你真可笑诶！因为彩华姐是画书店的，真的，因为咱的戏啊，因为有一寡台语，所以咱伫中南部，咱亲戚朋友较介意咱的戏，咱伫北部的成绩佫无咱中南部较好。对啊，我对啊目前看起来就是中南部的较真好。哦，中南部看的观众较济的对啊，而且30几岁甲40几岁，迄个哥哥姐姐阿姨叔叔伯伯，伊拢较介意哦。少年人较无遐济，对，所以可能大家拢是看你来。啊，看这个阿嬷就对啦吼，这阿嬷甲孙啊吼，这个相依为命，对，安尼吼，迄种感情会戏真重啦，对，嘿啦，感情带真重，哎，带真重，对，因为阿嬷呢突然间安尼无法度，从安尼冰车，对，冰落去，并且讲敢若就足轻松诶，足歹冰诶其实咧，咱即摆工商社会吼，啊，足侪人为会港来甲北部来读册来工课吼，做工课，所以咱讲隔代教养其实定定有啊。有啊，我就是阿嬷带大汉，嘿，阿嬷阿奶奶也是讲阿公因来带大汉。嘿啊，我本身就是阿嬷带大汉，我嘛是啊，其实所以特别有迄种感觉，所以我若大概话送落去吼，你看我本人吼是即摆大家拢无看到我本人，我本人吼窈窕美丽水敢若20几岁咧，真啊吼，家己足够水啊咧，其实吼要演即个80几岁后。阮导演现在是开真侪钱，无我是目睭处处吼，啊看毋着，想讲你是小18岁，啊看做81岁。迄个时阵导演讲，啊你来演阿嬷敢好？我讲阿嬷好，因为呢导演呢真了解我，伊拢常常看到讲我有一寡会当去发挥的所在，所以伊拢会互我机会去挑战，像我的挑战。花甲同款，花甲就是花甲嘛，花甲同款，也是刻伫你心肝内名，这嘛是同款一电影。所以呢，我感觉讲，即个
导演呢突然间叫我演阿嬷，我会感觉讲好啊，既然导演呢，那甲即个角是交互我，就表示信任我。啊，导演其实呢，伫咧即个角是真用心，就是讲呢，阮会请特殊伪装师来讲伪装。重点嘛，听讲开真侪钱哦。对，我敢若画老总啊，画4点钟呢。哦，迄豆豆扣，迄撩魂呐，豆豆扣，佮用吹风机一直吹我规个面哦，爱扣紧啊，扣撩魂，啊，然后面佮画哦，安尼乌乌，啊，佮头毛白白，啊，喙齿啊翘骨，啊，佮有巴肚，嘿，啊，巴肚嘛是装的哦，嘛是装的啊，无人身材啊好，胸口嘛爱拔起来。拄则才我一个行过想奇怪，甲拄则迄阿嬷无啥，阿嬷敢无来，阿嬷消风。所以呢，真正真用心啦，甲伪装我透早拢爱4点5就起来伪装啊。听讲有迄就是演戏演的，结果迄鼓啊开去填落来对无？就开，迄嘛开去，开，啊规顶皮安尼翘起来，因为爸爸是用打的嘛，先我爸爸打起来，了才画一条足油的爸爸。啊，就有当下呢，你若应该下晡的时阵几落点钟去啊，已经吼，迄个爸爸哦，小可翘起来，你就搁个黏呢，了再搁定位，包装啦。其实包装搁较难哦，因为你翘起来，迄个骨诶足歹练的，对，可能新诶可能会有无共款诶感觉安尼。规跳条搁定来较简单，对。而且呢，导演你诶即个特效啊，开真侪钱。对，快出来。听讲第一特效费，第二特殊伪装费。对，差不多，够别行。对啊，第三演员就济。阮即出戏差不多50-60个演员哦。对啊，每一个单元啊，每一个配合的拢是一时之选。对，啊，佮每一店的店主，地角的店主，对，这咱听起来就精彩。对，好，安尼咱题目继续问，过来咱来问导演。就是咱一般人，就是想讲亲人过身，是毋是拢会希望伊就是去天堂啊？是安怎？你会想到即个地界的题材？我是感觉天堂是咱要先经过地狱，才会当去天堂。爱先过地狱。对，而且天堂较是算天主教，还是讲基督教？嘿，咱是讲咱伫咱的在地较济佛教，还是道教？嘿。啊，即两款大家拢会想讲啊，咱一世人难免啦吼，拢会拄着一寡安尼，有时啊讲白菜话啊，其实迄话是为你好诶吼。啊，无就是讲有时阵做一寡歹代志，想啊，无人看着无要紧啦。有即个代志诶心情吼。啊，为什咱忍袂调，会甲咱那个亲情，还是咱的父母吼，就大细声伫遐相让。迄个相让其实毋是因为真正要甲伊忤逆，其实是因为相爱，嘿，足爱因呢。想讲啊，我做这代志，哪会无了解？拜托你无了解，我要全世界才要了解。啊，迄个气都压起来，啊压起来你挡袂掉时，你讲这是好代志，歹代志。就足歹讲诶，对啊，所以我其实即个地狱吼，嘛无讲偌惊人吼，大家印象中迄地狱可能拢迄个最恐怖安尼，撩面诶啊，还是讲迄个牛头马面撩嘅，无咱无安尼，咱古水诶，嘿，拢古水诶，无真看见拢足古水诶，感觉尾来吼，你感觉讲咱像迄个去探险啦，游乐园探险，嘿，想要搁继续看啊，后一段是啥？是偌趣味安尼，啊，其实我是想讲吼，咱有一天拢会甲咱身边的亲戚吼，拢会当分开，咱莫感觉伤悲伤，是，咱会当有一天吼，会经过这旅行吼，会当搁甲因相见嘿，我是安尼想啦，这是自然的啦，对，互大家感觉是有死嘛，对，所以其实这地狱阮想足济，对啊，结果我导演是甲阮这地狱拢用甲真古锥，真趣，有当时有淡薄仔趣味，啊，有当时非常的感动，对。嘿，这是一定啊！每一店拢有每一店的效果不共款的。伫遮买上讲为虾米找彩华？因为伊的面互我感觉感动。
哦，你要阿嬷这个角色，你一定爱互伊感觉讲，伊足爱孙仔的，甲伊感觉，你感觉讲，那家己的妈妈、家己阿嬷呢？对，你就想讲咱这个演业界吼，有啥物人我看到伊吼，会感觉讲，那像看到家己的妈妈，妈妈我想你，迄个感觉，我感觉彩华有迄个气质。你看到伊就讲，伊人足好啊，温暖的感觉啊，安慰，我就感觉心情足好诶。我就有迄个母爱的感觉，所以人看到我拢对，甲我演戏对戏拢有这种感觉。这个今日现场呢，因查某囝嘛来看，做梦看有这个感觉无？因为我演阮孙仔里长啊，伊就讲嘿，就是伊就讲，伊大概看到我眼神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足温暖。对，伊就想起因阿嬷，就想到阿嬷。啊，大概我若总画落去的时候，我嘛感觉我迄个阿嬷的魂。都拢伫我身躯顶啊，系啊。听讲有一幕就是伊咧吹你的时阵，你伫边啊听甲叫要哭出来。我听讲，伊直叫阿嬷阿嬷，你伫倒？阿嬷已经两家吼化啊呢，烧声去啊，烧声迄种迄种规个所有的声拢已经甲放出来啊，尼就是要咧啊，伊个情绪，伊敢毋是干那声尔，迄个感情，迄个情绪拢伫这声内底。所以我倒伫遐的时阵，我已经喘起来嘛。我倒伫遐的时阵，还佫有迄个蠓啊，佫有迄个伫遐扫咧，我都毋敢叮当有无。我听伊伫遐咧叫阿嬷的时阵，我今仔目屎就要流落来。真有够感动咧！伊真有够最近这2天的新闻拢是甲迄张打出来，就是伊甲阿嬷抱起来，迄张啊，就大新闻大家看到安尼，叫要哭出来呢，就感动咧。对啊，因为这是也足够演的，系啊，足够演。甲伊对戏呢，真轻松，真自然。啊，我若要演啥的时阵，如果若佫有需要加啥导演，拢会佫临时互阮一寡较自然的方式，啊，佫有迄个台词，佫互伊较生活淡薄安尼，所以佫甲阮加一寡物件落去。所以其实内底感情拢是，就是咱大家看到的自然感动起来，因为迄就是真正就是因的心情安尼出来，就生活的啦。就讲你的日常当中，你拢常常看到，毋是讲素常的感觉，素常的代志。其实我常常讲吼，咱拍戏互观众看。那观众为什么要伫电视机头前伫遐咧目屎滴目屎流吼？咱若做戏无讲介认真，若是讲咱做戏的感情拢是假。我讲安尼，咱对不起观众嘿，所以我才会讲，逐遍甲因讲，你都摕恁上内底迄个上真的迄个情绪摕出来。有几啊篇访谈拢有讲到，讲大家伫演戏的时阵，导演拢有叫因甲因心内故事啊，是讲，就是投射入去迄个事件内底。啊，所以想要哭的时阵，也是讲想要表达时阵，迄个情感会更较真安尼。就辛苦的啦。对，所以其实这内底，其实是咱大家吼，包括我吼，包括咱所有演员，大家拢甲家己故事。甲刻入去，对，所以讲迄个恁孙啊，甲你小养迄个，就是我甲阮妈小养的，平常时就是安尼，所以拢是阮足种迄个真正生活内底拄着代志，拢拄会着的，嘿，所以就甲演出来。好，相信大观众嘛，拢有迄个感觉，看戏的时阵一定让感受到，对啊。好，过来咱来问彩华姐，好，就是你头一届挑战这个话较老的妆，啊，你家己嘛有讲你是阿嬷带大汉的，那呢你咧搬这个阿嬷的时阵，是毋是有就是家己阿嬷呢带入去？有，我拢有想到阮阿嬷。想讲你阿嬷是安怎对待你的？是，阮阿嬷嘛是真够细念的。但是我阮阿嬷，我就爱阮阿嬷，因为我自细汉就是甲阮阿嬷困做伙。对啊，阮阿嬷有当时我若咧困的时阵啊，我骹会安尼甲跪起哩啊。啊，跪着伊的骹，伊会疼嘛，就我用念的，用准的，用准的，我骹就揪过啊，啊，我流喙软，佮继续困啊。我阿嬷就笑我的啦，就是阿嬷真辛苦，较早拢人洗衫煮饭，去外口洗衫煮饭，回来搁爱煮饭互阮食，所以我感觉我阿嬷真伟大，所以我幼孝我的阿嬷，所以伫即出戏内面呢，我嘛有迄个特别
甲阮阿嬷相处迄款方式，迄种感觉，我嘛摕出来表演安尼。哦，但是为这老钟都较辛苦啦。对，嘿，我敢若下钟都爱半点钟啊，尾钟4点钟，哎，总共就爱要5点钟，拍伊个拍10点钟啊。这是因为你伤水啊。对啊，你若较老者，我可能免遐，可能开遐济时间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对我讲到，其实我嘛想到我甲阿嬷。对，你知我细汉寒天的时阵，骹手会寒会冷。阮阿嬷是用伊的骹吼，甲我安尼，嘿，两个骹甲压咧，安尼困呢。好感动就小你的呢。啊，我应该把这个小可代志给它拍出来，更较对，后一支，对，这种是小块的细节，但是这细节东西拢有爱啦，嘿啊。我被妈妈你紧摕阮阿嬷听，阮阿嬷用骹去甲伊胃搞扇。这寒卖春天，即嘛热天，对，因讲伊惊寒，叫我莫甲伊。好，安尼过来想要问导演讲，就是像咱即个几个形象是画青色的面，想要问讲，这个青色有啥物代表的意义？是因为阮都想过做彩色的吼，以前人有用白色的，对，啊无就用乌色的，对，哦，啊，拢看起来拢足恐怖，对，啊，我嘛想讲用乌白龙棍呢，本来佫想讲用黄色的，啊，想讲黄色看起来那寒无啥好。啊，到尾啊，嘿，啊尾啊，安尼想咧，静咧，啊，感觉青色袂歹。哦，一来是讲咱过往的过程内底吼，可能有一段时间面会反青，对吼，一段青色，等于过渡期安尼啦吼。啊，无就是讲，咱即马看到迄个树啊、草啊，拢是青色的，你会感觉清澈，吼，较清澈，你袂感觉讲有迄个。感觉哎哟，无看过伊安尼，感觉就有迄个恐怖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这就是讲，咱即马甲即个鬼吼设定了，讲莫互你感觉惊吓。希望你讲，伊就是咱过往的一个亲人。啊，咱有一天嘛会变安尼，啊，有一天会甲伊安尼小拄着。无希望大家看了会惊，所以毋敢讲即个戏足恐怖，毋敢看。之前有人讲啊，这足恐怖。我毋敢看，真诶袂。对，啊，你看到尾啊，你感觉讲这个小绿绿，感觉讲有一只趣味，高水，哎，拢青色诶吼，啊，青甲做高水诶，迄个什么小精灵啊，去你边啊，对啊，高水，希望是安尼啦。啊，佮有当时边啊拢迄落唱乌烟有无？对，白烟呐，毛白烟，毛烟，乌烟是因为迄个伊要去。惹迄个凡间的人，迄个人是歹人，所以你看连一个烟拢有伊代表的意义。咱今日无请导演来，咱就毋知。大家毋知烟偌歹做，你知影？烟偌歹做诶！大家想讲无食薰的，唱出来就是烟啊。迄特效呢？迄特效，而且你迄特效吼，你烟要对咧你的面安尼，即个过程安尼过吼，迄比咱直直喷迄更较难。拍走。迄阮的特效就讲，对你感情才要安尼，你安尼可能，你安尼为头前安尼可能5000块，啊你边安尼要1万哦。啊你要为边啊为头前，我讲为边啊较高水。反正没有登去迄烟的部分去看3遍啊。啊而且拍时阵想讲啊，较济较高水啊，较济较趣味吼，场面较大，较济钱。来10个，来15个。对，你这10个、15个拢要做，我拢钱呢。所以你会看到吼，有的所在我都无做，去地下我都袂做啊。因为遐迄人佫开足侪钱，对，地下佫较济啊。我就讲我去地下因遮都袂请烟啊。原来是安尼，请一个烟爱5000。请一拍爱5000，无爱1万，1万，啊，有1万呢。哎，系啊，我过来看后壁集数，我看诶，你行落听到叮叮叮叮跳安尼，你袂恐怖啊，愈来愈趣味啊，拢袂恐怖。所以导演哦，这出戏哦，真正足用心诶咧制作。迄阵我咧演迄个要冰车戏诶时阵，迄天拄啊落雨，哦，佫无法度人冰车，对，第一天落雨，因为爱。迄阵3天嘛，啊，第一天就落雨啊！你完全刷来到遐嘛落雨，刷去到遐嘛落雨，你完全拢无法度人拍，所以第一天到尾
差不多2点外，导演就讲休困啊，今仔日无法度通拍，就过灯工才拍。所以迄嘛是钱呢，迄拢逐工钱出班的拢一直咧烧呢，所以即出戏拢总开1外，无偌济。哪有人拍1外？当然你是大家拍哦。导演你爱惊掉咧哦，阮靠你哦，朋友吼，甲阮支持啦，对，要拍一出戏，要拍甲真正吼，会感动人，个有正向。就是讲，较正面，就是互大家力量安尼。有正面呢，个有当大家会当看到即出戏呢，愈来愈拍拼，感觉人生呢是真有希望的。对，即种戏呢，就大家爱支持。我感觉即摆大家心内拢爱需要安慰。是哦，毋管是伫工课，还是讲学业，还是讲伫外口啊，拄着啥物挫折吼，你拢需要咧安慰。我希望即个戏大家看了，感觉讲还是有即个厝较好，还是有身边有人较好。因为咱即个主题是讲法律，无就讲神，你要相信倒一个。其实尾你要相信是你身边的人。对呀，真无共款吼。对啊，即个主题，因为当初是我打看的时候，我想讲女主角开始伫你讲法律条款的时候，我讲系啊，即等下讲的就是安尼法条呢一直背出来，我等下可能会困去，无呢就开始变动作戏啊。女主角出现了，竟然开始弄车，我想讲奇怪，那呢想袂到的剧情啊，甲阮想的拢无啥共款。安尼咱继续讲拄这几个代志。因为剧情是看袂到几个啊，想要讲就是演员伫拍戏的时阵，敢会讲就是笑场啊，是讲一定会，动作边啊无人，动作边啊无人。我问到，因为我有几落店嘛，对，因为迄个昂多拉斯吼，多拉斯对，昂哥吼，伊嘛是带起来嘛，伊是开游览车的嘛，司机，对，伊司机嘛，因为我有一店呢，我看到伊吼。我感觉就爱笑，因为咱车扁扁安尼有无吼？个迄个贵宾会，贵宾个转会了，哥哥，你来听，我知，导演讲叫我着爱食，红遐，我是有偌严重啊！伊规台车弄落呢，你想讲你弄玻璃啊，迄个脆玻璃弄伊面，伊是伊面啊，对啊，爱个变鬼安尼，所以伊比我较严重，所以我看到伊我也爱笑，哎呀，但是有诶真古锥啦，所以基本上即出戏呢是袂恐怖诶，只是有教化人心诶，即个感觉。有教化。其实拄则咱主持人讲到，迄主角内底吼，咱迄个里长看有嘛，伊诶女朋友看无，所以迄都真吵笑啊。一个人看有了，一个人看无。看有人伫遐咧讲，你边啊足侪无看到这滴答。尾啊，佫愈来愈趣味，你知哦？愈来愈因开始谈恋爱啊嘛。听讲女朋友就会当看到啊。无谈恋爱的时阵，女朋友会想讲你安尼感觉会足辛苦的无？大概我来甲你吵嘛，我想要甲你保护嘛。你讲迄个人伫搭，你讲东，你讲西，伊得每迄个鬼迄女朋友想讲在讲我是毋是？趣味就安尼来。听讲后壁佫有设定的剧情，就是女朋友会当因为谈恋爱关系，愈来愈看到物件愈来愈多。爱情的力量，爱情的力量，会当带伊去第一。每一集拢做精彩，真正是拢互你迄个料想袂到。surprise，惊喜，拢有互你惊喜的所在。而且呢，阮孙啊吼，有一场戏咱无穿呢，拢无穿。哇，详细都一集我等下面。其实都过来这两集吧，这两集，哇，都刷落去这两集一定爱看。然后每阮录音的时阵，迄是临时加呢，临时加入去的，对无？无啦。我不得有哦，无啦，本来剧情是有写安尼啦，问题是咱拍你知嘛，一定是保护措施拢做好嘛，爱该包的爱包的，爱该黏的爱黏的吼，包的黏了吼，就安怎拍就感觉讲无舒适，伊遐嘛无爽快，规个总无包啊啦，无透风你知影，迄条咧，嘛系安尼无啥好吼，就甲迄个林则徐的甲问吼讲。
我讲你嘛是足勇敢的吼，啊，对表演嘛足认真的是啦。啊，伊真配合。无咱你看咱拆掉好无？因为咱若拆掉，你用家己的手去保护吼，你会搁拼死保护。哦，迄个，哎呀，不要想想讲啊，无要紧啊，系啊，反正咱现场拢走步的，伊毋知大家外口看拢走步的。咱拍伊迄电视的又去外口了，啊，一台电视啊，伪装需要拢，嘿，因为想讲要拍这个戏会清场嘛，嘿啊，清场摄影师甲助理啊啥啦，拍灯光的拢是查甫的嘛，对哦，啊，所以就感觉不要紧嘛，对哦，结果想袂到安尼外口咧房间外口迄看电视的迄吼，迄拢查某的，对拢化妆师啦，又挂了了啊！大家讲拢足认真的啦，讲要认真看讲有穿帮无，有穿帮要紧的甲查掉来，其实吼，可能嘛是安尼啦，咱要想想者。对啦，因是要认真看嘛，讲啊，有雄雄有啊，迄个照出来，袂使照出来，所以因拢认真咧看迄个，对啦，迄个电视啦。啊，所以迄工吼，咱播出的时阵吼，咱大家都很斟酌看，看有无小心，看无无小心，你无看到，我来甲恁倒看一个。哎，你讲，你的观众朋友来讲，斗相共看卖我走掉无？其实无啥好查啦，其实不是，对，天生因爸母生了袂歹。嘿，对，因为吼，阮孙仔我知影嘛，自细我饲大汉的，对，条件袂歹啦，所以两支手歹炸啦。你知道，伊讲伊答应了吼，我就甲伊甲伊对手迄个一个女性演员吼，伊甲讲就拼命吼去甲伊游，尽量甲伊约啊，因为迄条嘿，伊甲伊约，啊，佮要甲手，伊手遐甲游起来，对。哎呦喂啊，一支手要哪炸掉？无伊就两支手扎，啊，伊就拼死要游伊一支手过来啊，迄就最好笑的啊！我底下是笑到要，是伊想要看的吼，伊想要看，女主角想要看，无伊毋是女主角，哦，迄是龙哥下骹的一个手下。哦，大家都即礼拜看就对啦，对，即礼拜看就知影，是的。好，过来就是想要问讲，即马甲以早的即个宣传的方式是毋是无共款？因为阮就少年才18岁尔，所以毋知影较早是安怎宣传。你19岁，我18岁，你讲好。记得，你拢这少年哦。对啊，其他记里壁顶。所以想要问讲，两位就是恁有啥物感觉？因为即马就直播啊，是就 podcast 啊，以早可能毋免啊，对啊，就是即种两种比较的是会有啥物感觉呢？咱18岁才华成功，这阮同学啦，阮同学，咱像学的。较早宣传方式就是较早有当时你就爱走夜市啊，找雅琪啊，夜市嘛爱走啊，哦，电台啊，电视啦，还是讲电影院啊，拢爱走啊。其实到即马应该是无啥物差别的。其实我感觉吼，咱即马是讲工具较济。嘿，真正你敢若做安尼，全世界拢知啊。咱以前电视的广告安尼做咧，大家全台湾差不多一半拢知影讲啊，你即支戏要出啊。嘿，吼，啊无坐你的唱片去综艺节目去上一下，就拢知影。即摆毋是哦，即摆你上安尼总上了吼，可能敢若10%的人知，足侪人拢毋知。真诶，因为有诶人规工都无爱看电视。啊，网络啦，嘿，啊，你去电视都无效，啊，去网络嘛，毋是讲大家拢网络拢看倒一个，哎，有点着在看有啊，有才有哦。有诶人规工咧拍迄个游戏机，你安怎看？除非讲你去游戏机遐讲，啊，你要看电视啦，迄无可能嘛。啊，爱看诶人佫无共哦，有诶人拢无爱看咱台剧哦，拢去看韩剧，看迄个日本剧、韩国剧，对，欧美诶。所以咱即摆宣传较辛苦，较辛苦。啊，问题是讲吼，安尼嘛趣味是讲，咱会当找出一个新的物件，就即个这 podcast 嘛是，新的相机，对哦。但是大家算讲若爱阮的声吼，爱才华的声吼，那随时当时要听拢会使。对啊，嘿啊。所以有影较辛苦。两位导演甲才华姊两个人拢讲较做好诶，无你看应该会当开开台语节目，家己会当做节目。台语我甲你讲，万底深坑，真诶，真正伊无遐尔诶，真正，恁算介厉害。无啦，我嘛等咧学啦，嘛等继续学。伊一百
一级棒，叫你第一名。多谢多谢。好，安尼咱简单来讲一下，就是咱即出戏里长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下晡5:20的时阵，伊的规身躯无力。咱来讲一下，就是是安怎伊的规身躯无力。这故事是安怎来咧？本来阮剧本写的是讲黄昏。无就是透早，迄日头还未出来时阵，迄个人一般拢讲，迄个时阵是算阴阳高阶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所以迄时阵你会算讲迄个气会出来走顺啊，放风啊，嘿啊，你若即时阵你有阴阳眼的时阵，就可能看有，阮本来是安尼，啊，逐边道具就讲啊，导演咱即摆要时间要调几点，啊，想讲。好记嘛，较袂讲，较袂讲安尼。迄别位时阵，袂练吼。你知阮拍戏，定定是镜头一定换来换去。对。啊，调520啊，因为咱即摆谐音嘛是我爱你嘛吼。啊，520嘛是拄啊好伫迄个黄昏的时阵。对。啊，尾仔就是想即个5:20算袂歹，就安尼决定安尼啊。嘿，5:20，尾仔逐场拢因拢讲，毋免问啊，直接调5:20就好啊。意个我爱你，对5:20这个时阵呢，阮孙仔伊就开始呢，骹软手软，就开始看到迄个无形的物件，就足侪人来催伊啊，嘿，足烦恼，我足烦恼讲伊毋知会堪的无，出去吼，毋知伫倒位吼，会总昏伊无，安怎拄安怎无嘿？手表就甲设定讲安尼，会哔嘿，就开始定。啊，佫有观众吼，我有看到观众在问讲，既然你会看到鬼，为啥无爱提早？譬如讲，你设5點就開始20分都緊去困。其實我是感覺安尼啦，迄個黃昏的時間是逐工無一定的。對，我看你是一個感覺。意思是講，迄時陣你提醒你講愛注意啊，是這個意思。有陣時黃昏較早，有陣時較晚。有時陣有一寡戲，咱袂當講遐平互觀眾，觀眾都佇遐底趣味愛看咱戲，就愛佇遐底問啦，就愛講，我就直接想說甲大家講一下。後面有這個是獨家，這咱個客到一家獨家，一間講到獨家。好，安尼說的就是上重要的工商服務時間。阮先來講，這就是即馬是每禮拜六公司暗時9點，一概放送2集。第個里長就是佇咱公司。目前咱咧錄音的時陣，這禮拜是要放7、8集。但是咱後禮拜 Podcast 上檔的時陣是第9集、第10集，全部有20集。這個時陣甲一半，即馬開始錄拄好。而且就是上新的其他消息是講，其他的播出的平台攏佇因的賣種業攏有來介紹。對啊，導演甲才華姊啊，恁最後有想要甲聽眾朋友話聲一個講一個啥物無？所以即馬咱這放送的時陣，其實大家攏看過講，到底有穿幫袂？應該是一家安尼攏看了啦，吼，應該是無啦，吼。咱即馬唔知影咱佇底，咱空中問聽眾講安尼到底有看到無？安尼表示講大家應該這兩集有認真看，若認真看，你就知影講這兩集其實足感動嘅。感動。你若平常時佇迄個生活內底無啥敢好吼，你就來阮這個戲內底好。其實迄目睭吼，有時陣愛流一個目屎吼，開始通。有當時愛放鬆一下，迄個因為人生當中呢，咱每一工攏真無用嘛，有當時厝內面呢，吼愛款的啦，愛煮的啦，是講外口愛拍拼啊，攏會有一寡壓力。看阮的戲呢，會當互你放鬆，你會當輕鬆，而且閣會當互你感動。所以大家里長呢，有這種友情、愛情，閣有親情的戲。所以有當時你會感覺我來看了這出戲，敢若袂輸我捌經過然後感覺講，你看了這，你會想要哭，你就自然你就大聲甲哭出來。人生當中就是咱咧講，就有入愛有出嘛。你安尼你人才會輕鬆。所以呢。看阮大家里長呢，有這種的影響，迄個迷人的所在。導演拄則嘛有講，就是希望講咱透過看這出戲，會當得到一個正面的力量，會當互佇咱這個無用的世間當中得到一點仔溫暖。好啦，我決定我等下要敲電話阮阿嬤。阿嬤使哪一隻？莫講大家，莫講過年啊，才敲阿嬤，才去看阿嬤。其實這在想講，平常時那想到就使敲。嘿，伊會感覺講這規工，真無一定規個月攏感覺心情就好。是啊，一通電話你就當互阿嬤。
还是爸爸妈妈一种温暖的感觉，伊可能会欢喜甲嘿困袂去。才我就给生一弟弟互你。阮等下甲你的查某囝的相片囥去阮的寒冬度，做侪人想要敲电话互你啊。安尼今日真欢喜，邀请到两位来到阮现场，甲大家开讲即出戏。安尼嘛，希望讲过来收视率愈来愈悬。好，希望谢谢大家，多谢您的祝福啊！大家准时收看哦。好，安尼就是每礼拜六暗时9点，锁定咱公司第个立场。好啊，你当收尾啊，你等啥？好，我来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祝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